天也未光，安平开台天后宫就由主委罗友礼带领，协同担市员罗坤福、天后宫总干事林国明、常务委员黄敬月、张明忠、林立荣、委员陆玉美、何志忠、郑聪维、林景元、陈义荣、罗宏德。信徒代表李贤德、林仁燕、吴明勋等50人左右，一同随安平马起驾前往梅州，展开5天的一组进香行程。向妈做平行哈，来在这边，来需要定点哈，来中恰信达哈。来到梅州，第一站就先来到普甸的文峰天后宫主驾，庙方也出动锣鼓乐丁迎接，并实行市中心的大路，显示出双方的好交情。欢迎台湾开台安平天后宫由卢有礼先生率团莅临文峰天后宫，妈祖保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圣母的家，大家的心理感受是相当的不一样大家都有一种好像回娘家的那一种感受一样我也希望诚挚的邀请那个未来我们文峰宫的圣母能够到我们安平天后宫。在这岁活动中，安平开台天后宫也送予现龙港天后祖师一座大型的龙凤玉露杯，为求慎重，开台天后宫特别邀请到安平道坛王宏儒道长主持开工典礼，难得一见的道教科仪，也在这岁一组活动当中造成不少话题。我们跟那个天后祖师相交已经有240几年，因为这个因缘由妈祖跟我们牵这个线，大家这样互相往来，一直到现在。今天看到我们天后祖师这个建设一天一天的那个完整的，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高兴。我们也希望我们跟妈祖大家同行在一起大家这个两庙的这个友谊也能够更加的稳固。因为这几年疫情终于今天等到我们疫情平息了，大家高高兴兴的举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睛仪式，让我们仁爱永永和平，让我们两个宫庙千古鼎盛。安平甲现龙港天后祖师情感延烧200多天不止，这次龙凤玉露杯的敬献，更为两地情谊搁加添一笔。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准时收看后一集的安平马梅州一组系列报道。记者张世维伫梅州的采访报道。